今日祝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10月20今日的期经文是诗篇57篇，撒母耳记上卷25章第20节到22节，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节到1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判断的主权。捌有教会牧者伊拒绝为着这个自杀的人举行葬礼。当然，牧师同意自杀并不是上帝所欢喜的代志，但是呢，迄个判断什么人会当进入上帝国的主权，并无伫牧者的身上，嘛无伫我的，不是我的主权啦吼。并且对信仰的角度来讲，个别礼拜嘛毋是为着死人来举行，应该是为着安慰活人来举行的。真侪人真爱追求迄个权力亲像伫即个爱甸园中间亚当甲夏娃，因所追求的就是迄个判断是非的权力。撒母耳上卷25章第2节到22节记载着一个真特别的故事，就是大卫甲拿八中间的事。拿八呢，伊还未问清楚，伊就小可祈求，还是讲咧讲大卫是一个背叛无忠心的仆人安尼吼，咱讲迷信审判安尼一个情形。圣经记载讲，伫马坟有一个大好野人伊的产业伫加密，伊有绵羊3000只，山羊1000只迄阵伫伊伫加密地剪羊毛，迄个人属加密宗族，叫做拿八。伊的某艾比该是一个贤惠佮水的妇人人，毋过呢，拿八做人粗鲁佮凶恶。大卫伫旷野听着拿八在剪羊毛，就派10个少年人叫因去加密来见拿八，吩咐伊用伊的名甲拿八请安，讲：祝你长岁寿，愿你全家平安，愿你事事顺利。大卫有听讲你伫遮咧剪羊毛你赶羊的甲阮做伙伫加密的时阵，阮毋捌欺负因，因嘛毋捌失落什么。你通问你的工人，因会甲你讲。大卫请你好款待阮遮的少年人，今日拄拄是节日，请随便摕淡薄互阮甲你的后辈大卫。大卫的少年到位，就代表大卫将这话甲拿八讲，因讲了静静听候。拿八因大卫的部下讲：大卫是啥人啊？亚西的囝是啥人啊？最近不是有仆人违背主人，我的饼、我的水要互这个剪羊毛的人食的肉，减通摕互毋知影对倒位来的人。大卫的少年人活转身就对原路倒去，将这个话甲大卫报告。大卫对军队伊的人讲：恁逐个人拢着带刀，因就拢带刀。大卫嘛带，对大卫去的约有400人，200人留伫固守补给品。拿八的工人有一个来甲拿八的某艾比该讲：大卫对旷野找使者来甲阮主人请安，主人颠倒甲伊大声甲伊侮辱。毋过遐个人对阮真好阮伫野外甲因来往的是拢无受到伤害，嘛毋捌失落什么。阮伫因遐饲羊的时阵，因每日拢有甲阮保护。请你详细想，看着安怎做，因为知会一定会临到阮的主人甲伊的全家。阮主人性情凶恶，无人敢甲伊讲话。艾比该就赶紧将200块饼、2批带酒5只烘好的羊、17公斤白色的麦
100粒葡萄干丸，200粒无花果干丸，互你知咧。然后伊甲遐个共人讲，恁先行，我随恁后壁去。毋过伊无甲伊的丈夫拿爸讲，米甲就徛伫落山。对山迄边驶过来时，拄着大笔甲军队伊个人拄好面对面得来。大笔拄仔伫讲，即个人伫旷野所有一切，我甲伊顾甲无失落甲半项，实在是无采工。伊竟然用歹报好。明仔载天光以前，我要将因兜所有的查甫人拢杀死，愿上帝加倍来责罚我。也保罗对伫审判的主权有另外一个角度的看法甲意见，伊特别针对伫教会内底信徒中间的纠纷来讲。保罗的教导观点是针对教会内的纠纷，伊认为袂当带到伫未信者的面头前来处理，应该着爱带到伫上帝面头前，因为保罗认为，属伫上帝的子民拢有判断的权柄。更加明白来讲，教会内无应该爱有纠纷，这就是无见证的生活这嘛是哥林多教会真正的问题。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节到11节，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教导中间安尼讲着：恁中间有人甲别个信徒有纠纷，无伫信徒面头前甲伊告，若敢对无信的人告伊。恁兼毋知信徒要审判世界，既然恁要审判世界，兼未晓得解决小可代志。恁兼毋知连天使咱拢要审判。即世间日常的代志，搁较毋免讲。但即款的代志，恁兼当交互无受教会尊重的外人来处理。恁实在真见笑，恁中间真正无一个有智慧的人通判断信徒中间的是非。恁竟然有信徒告信徒，甚至告到无信的人面头前。其实恁小过，表示恁已经拢输啦。恁若毋宁可受冤枉，若毋宁可受亏欠，恁颠倒冤枉人。激气人，恁甚至对会内的兄弟姊妹安尼做，兼毋知不义的人袂当做上帝国的子民，毋通骗家己。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做男娼的、好男色的、做贼的、贪心的、酒醉的、诽谤的、诈欺的，拢袂当做上帝国的子民。恁中间有人以前是安尼。毋过，恁已经洗净去，已经圣化归上帝，已经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佮通过咱的上帝的神，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诗篇57篇，上帝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可怜我，我要秘伫你遐，秘伫你十个的保护下，听候灾难拢过去，我要求主权上帝。逐项事拢甲我完成的上帝，上帝会对天施恩来救我，互吞纳我的失败见效。上帝会对我施落慈爱甲信实，我倒伫凶恶的人的中间，因亲像狮长等地被吞食人，因的喙齿亲像剑刺，因的指亲像来一刀。上帝啊！愿你的伟大盘过天，你的阳光遍照全地，因伫我一骹前设罗网，要互我屈服；伫我的面前开陷阱，家己颠倒跋落伫迄内底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平静，我的心坚定。我要吟诗，我要唱歌称赞，我的心声啊，着醒起来，琴啊瑟啊，着醒起来。我要甲日头叫醒主啊！
我要伫万民的中间感谢你，伫列邦的中间来唱歌称赞你。你的慈爱若天遐尼悬，你的信息透到穹苍。上帝啊，愿你伟大盘过天，愿你的阳光遍照全地。求主教导阮用和平相处，避免彼此的纠纷，互阮会通学习将来要面对彼此的问题、困难来带到伫上帝的面头前，求主来判断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